来到台南麻豆大天府庙前广场，普渡场面盛大搁隆重。除了定定看到的山声，嘛当看到一特殊造型的贡品，亲像是这只凤凰，是用1200台斤的鱿鱼打造。对，我刚刚发现了，那边还有鱿鱼的房子。对，还有乌鱼子在哪？听说有乌鱼子哦，对，很新奇。另外，还有一尊新娘，顶悬搭满1800片的乌鱼子，价值100多万，做起来相当高工。乌鱼子啊，差不多爱搭了1工，因为伊爱一块落去炒嘛，伊等48尺，因为伊这是为着要搭配只凤啦。不过龙凤不是上贵的贡品，另外一边工作人员把鱼翅摕出来，塔成一座一座的山。总价值1600万，甲边仔大船好用，有大船入港的意涵。头一个阮就甲做龙龟，过来就是，好像这鱼翅山伊大船入港，对嘛？啊，伊这有一个山嘛，有一个意义嘛，伊大船入港就是满载而归嘛，金银满载。过来后壁你看遐，阁有一只香菇的产池。一路过去，总计有1万多。桌顶有以武松打虎、韩信为意象的装饰，还有用香菇摆成的金章钱。信徒除了看工艺，也可以当为当中了解故事。包像跋筊的迄，因为跋筊是韩信发明的嘛，安定军心嘛。哦，安定军心就是因为今仔咱咧普渡啊，遐一寡无形的，哦，啊无形的话嘛是性质的。啊，嘛是咧算作安定因遮迄落哦，你来今仔来食老咧来创啥9条基安清照台底麻豆专区嘛食素15天，用以尸体地方记号，庇佑国泰民安。但系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